一名叫奈吉穆丁的维吾尔人的呼喊，揭示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处境是多么严重。在荷兰避难的东突厥斯坦人奈吉穆丁·热赫曼表示，他最后一次与母亲通话是2015年秋天。他70岁的父亲马穆提被任意逮捕并被判入狱1年。他的弟弟阿里姆要遭中国警察任意逮捕。他说，他的家人全部受苦，因为他们在微信上与他聊天，并给他发了照片。奈吉穆丁3年来一直无法跟家人联系，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2018年10月，他获得了9旬爷爷伊德利斯的死讯，他在喀什郊外的一处集中营里死亡。目前，数千名海外维吾尔人也遭受同样的痛苦，这表明东突厥斯坦的镇压和压迫是多么的残酷和恐惧。阿斯塔尔迪建筑公司和土耳其合作伙伴 IC 投资控股公司正在讨论将伊斯坦布尔第2大桥出售给中国投资者。据知情人士透露，阿斯塔尔迪及其土耳其合作伙伴在解决有关收费的争议后，恢复了向一群中国投资者出售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桥梁的谈判。拥有该合资企业20%股份的阿斯塔尔迪计划出售其所有股份。拥有80%股份的 IC 投资控股公司将以相当于阿斯塔尔迪的份额出售。中国通信设备巨头华为被美国政府下达禁令，有分析担忧，美国苹果公司恐受到中国政府报复。苹果去年的中国市场份额为9.1%，在2019年初下降至7%。在同一时期，华为的市场份额增加了3%。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正在向该国施加压力，不要使用华为产品。韩国不想惹恼中国这个最大的出口市场，他表示不想参与私营部门的决策。中国外交部对德国给予在香港被指控涉嫌一起案件的2名政治活动家难民庇护发出反响。据南华早报报道的消息来看，外交部发言人卢康就2名犯有政治罪的香港人在德国受到难民保护问题讲到，我们呼吁德国尊重法律至上，尊重香港法律，不要干涉香港和中国内政。也门胡塞武装用装载炸弹的无人驾驶飞机袭击沙特阿拉伯一座军火库。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胡塞武装针对奈吉兰市机场军事基地的一部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发动无人机袭击，